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就是要讲解一下上面我们前面在讲的那个后段在那个如菩萨行论当中的菩提心利益品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刚好上一次圆满了第6的部分。第6呢就是以是善行恒为弱，罪恶力大极难堪，使此圆满菩提心，何有与善能胜比？那这个方面呢，我们前面已经是讲过的。上次我们就是有一点点做过那个讲解，因为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们在无边的在这个轮回的海岸当中呢，就有能够升起一点点善的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同时也是我们在这个在世俗方面所发愿的所修持的所进行善业的一些功德，都是非常微弱的，非常非常的弱的。所以呢，就是非常容易以其他的贪嗔痴的业力把它摧毁，是非常容易的。就像一棵树，它一开始才发芽的时候呢，就很简单，有任何的因缘都很容易把它灭掉。但是如果变成一棵大树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脆弱，也没有那么容易消失的。就像这样的道理，我们就是发菩提心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初学者来说到，就是能够有修持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机会也是很少。那如果是有一点点的机会能够可以想要修持菩提心，要发菩提心以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也是能够顺利的达到真正我们所要修持的这个正确的修持的这个目的来说的话，那就是更难。所以呢，我们平常就是维护自己的心，维护自己的内心，一定要往这个善的方面，就是要去发愿发菩提心。如果我们没有维护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是在贪嗔痴来说的话，就是经常都是会出现在内心里面的一切烦恼。所以就是一切贪嗔痴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再那么容易那么快速的把它消失，把它消除。所以我们就在修持佛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得要在学修菩提心的方面是要非常重视，这个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第7个，佛于多劫生实为，见此决心最饶益，无量众生依于此，胜利能获最胜乐。那在过去的所有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也是为了饶益一切，为了度化所有的一切众生。那也是不是说就像我们人类那么做一件事情，那么在会想人的一生，或者是下一世，或者是在10年、50年，或者是那个更长的几百年、几千年不光是一个这样的考虑。一切诸佛菩萨来说的话，就是无数的时间当中，那么在一个菩萨的发愿是什么样子呢？天空有多久的一个存在的，有存在天空的多久的时间当中，那么众生也是会存在的。
那么在众生存在的整个的时间当中，我也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呢，就不断的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的发愿。一切佛也是以这样来发愿。那么以这样的发愿呢，就是在这样的发愿的过程当中呢，那我们也是有了一个因缘跟有了一个机会，那我们就可以跟随着菩萨跟随着佛，那为一切众生可以这样发愿。那我们时间来说的话，就那么我们就是可以知道是一个无量无数的一个时间。那么天空它是会存在多久的时间？那是一个无量的一个时间嘛，永远也是会存在的意思啊。那就像天空一样的，天空无边，天空没有说是多大多宽，或者是在天空之中有多少的众生多少的地狱，这些都是我们数不尽的。有多少的净土多少的世界是数不尽的在无量无数的世界当中都是众生，所以天是无边的。那么在无边的这个天空里面呢，都是有无数的众生。那么众生有众生存在的地方呢，都是会有烦恼业力带来的痛苦。所以呢，为度化无量的所有的众生，不止这一世，也不止来世那么在永久的时间里面，一直都是要在轮回当中呢利益一切众生。这是什么？这就是菩萨的发心。所以以这样发愿，才是能够可以利益到一切众生，也利益到自己。那么自利利他是我们修持佛法的一个佛教徒的最终的一个目的。那么所谓的自利是什么呢？因为自己也是一个众生因贪嗔痴不断的在造业，所以就是业力因果的关系，要面对生死轮回，面对生老病死等等一切的痛苦。所以从无数的时间以来到今天，也是一直不断的在轮回，所以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需要利益自己。同样的，在无边的天空之中的无量无数的这些众生，曾经都是成为过我们的父母亲。所以每一次众生做我们的父母亲，是如同这一世的母亲一样的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恩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懂得因果轮回的道理这一个人来说的话，那我们就要有一个为一切众生的，要报答一切众生的恩德的一个报恩的心。那么我们就是想到，就是在因果气质当中所讲的一样，首先必须得要知道一切众生是我们的父母亲，一切众生知道是我们的母亲，我自己的母亲，然后也要知道母亲是有恩德，也要知道有恩德呢，就是必须得要报答恩德，因为这就是因果的基本的一个概念。Om Bodhicitta Sukha Janata Tu Om Lulu Lulu Hong Jong Om Bodhicitta Sukha Janata Tu Om Lulu Lulu
红酒红。